Father, we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'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You lead us, you guide us,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I love you, adore you, I bow down befor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,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. Son of God, what a wonder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 Holy Ghost, what a comfort you are.
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 you. Heavenly Father, I appreciate也这平安，咱来吟会前的诗，363首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拜礼，我的祈祷，望你应我，我要引你的圣殿，照亮你脚大的银柱。我心中天，心中天，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，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。请坐，咱即时要敬拜咱的主上帝，咱准备咱的心来敬拜。
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找你，亲像地放旱无水，我的心神喙焦渴慕你，我的肉体渴慕你到要昏去。来吟圣诗253首，上帝权能实在奥妙，起立吟全首。请咱游玩徛伫，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。书读圣经，我是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并12日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搁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。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一篇是诗篇的第一篇。无惊歹人的计谋。无坐愚顽的人的位，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歹人毋是安尼。所以，伫审判歹人徛袂牢，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。
三甲来祈祷。愿俄罗主感谢入主的门，俄罗入主的院。主的慈爱到永远，信实到万世代。感谢主，愿敬拜主，来听慕你的话，欢喜领受你的话的道理。伫逐样的智慧，你的话充满阮的心。成做阮性命的美娘，互阮的灵命生长，亲像好树结出好果子。感谢主，你为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通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经历十字架的救恩。阮要学了你的性命，因为阮经历十字架的救恩，阮是得救的人，但是有看见家己的性命的歹个，阮要悔改，归恩主，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保守阮脱离罪恶，通得到主的性命。领受主所赐的圣神，这是土耳其的地动，死伤损失真济，求主怜悯看顾，互灾难死伤脱离。这个时阵，世界有地动、战争，我们要谨慎，无得惊。因为主搁来进前，的确有遮的灾难，总是我们要亲近主、敬畏主、忠心服侍主、温群做工，互家己无欠缺、无通指责，通甲主和好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阮平圣乐队献诗，新圣诗304首，我要学了。
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，伫加勒泰书4章第1节到11节，和4章19节。今仔要看的特别是现代台语译本，现代台语译本，所以甲咱以往咧读的汉语本无共。咱看咱的 PPT 有拍出来，互咱看。我来读。我搁讲，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，伊伫未成年的时，甲奴隶无虾米差别，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，就受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。那么亲像安尼，伫领性未成年的时，受宇宙间的生灵支配做奴隶。毋久时期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互伊对负阴人来出世，活伫律法下，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。通互上帝做咱收起来做囝儿。第6节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儿，伊有找伊的囝的神入恁的心，互恁叫阿爸爸。安尼，恁无过做奴隶是囝儿，虽然是囝儿。上帝就互恁做继承人。以前恁毋捌上帝的时，做遐个本质毋是真神的生命的奴隶，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恁已经捌上帝，也是讲互上帝捌，是安怎？恁搁倒去找遐个无力？搁无路用的神灵，做因的奴隶，恁守特别的日甲年仔节仔，我惊了，我为着恁所做的，拢是白白做。我的细囝，为着要互恁有基督的款式。我搁一遍经过生囝的痛苦。以上。现在，我心虔诚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吟讲，一生我的主。讲到咱今仔真欢喜，请到陈南洲牧师。来咱主理讲道，早前伊捌来咱教会讲道几遍，特别为花莲迄个较远的后山的所在来到咱中间，咱真欢喜，要来听伊分享的信息，做一个真实成年的基督徒。我今仔日通遮
成年的基督徒，去年11月底，咱台湾有一个选举投票，其中有一张选票，其实毋是选票，伊是要互咱来表明，咱是毋是同意修改咱的宪法，将公民权，也是讲投票权，对20岁，甲伊降低到18岁。这个宪法的修改案，因为赞成的人数无够，所以无通过。不过，咱检知影，今年对正月初开始，咱台湾民法有一个真重大的改变。立法院伫2020年12月25有三读通过，修正民法部分的条文，确定将民法成年的这个年龄对20岁改做18岁，佮设2档抽屉的时间，中文讲缓冲期。所以对今年正月初开始，伫咱台湾男女，只要你年满18岁，你就是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。什么叫做伫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？也就是讲，你无需要法定的代理人，你会当做有效法律的行为。譬如讲，租厝，过去咱要租厝，就要20岁，啊若无就要父母同意。即马18岁就会使租厝，会使去银行、邮局开户头，会当家己去办手机啊，也佫有会当结婚。简单来讲，伫咱台湾对今年起，18岁就是成年人。使徒保罗伫咱拄则所读的加拉太的这本册，借用法律上所咧讲的成年的概念，来解释世间人灵性的状态。伫加拉太书第4章一开始，保罗就提到一个当时罗马的法律的概念。伫当时罗马的法律内底，未成年的产业的继承者的处境，第1节、第2节安尼讲，继承人虽然是全部财产的所有者，伊伫未成年的时，甲奴隶无甚物差别，一直到老爸所定的日子，就受监护人甲管家的监督。后生虽然是老爸产业的继承者，总是伫未成年之前，伊无法度实际佮来使用这个产业。伊将来要继承的产业，是伫监护人也是管家的手中。根据罗马的法律，一个未成年的产业的继承者，伊的处境甲当时的奴隶
无什么差别。保罗是安怎会提到这个罗马法律成年的这个概念呢？第4章第3节、11节，伊讲了真清楚。保罗是要用这个法律的概念来解释世间人的灵性的状态。保罗讲，未成年是犹太人的灵性的处境，嘛是真侪世间人灵性的状态。不过，保罗讲世间人灵性是点伫未成年，还是奴隶的状态，其实甲年龄无关系。灵性毋是到某一个年龄就会变做成人，毋是。那毋是，是要安怎来讲灵性的成年？灵性达到成年，还是讲脱离奴隶的状态？便是拄则所讲的民法，你若到18岁，就真自然会踏入成年的这个状态。灵性的成年，甲年龄无什么关系。那是安尼，保罗用什么款的标准来咧讲灵性的成年呢？保罗伫加拉太第4章第3节到第5节，现代台语的译本是安尼讲：咱嘛亲像安尼。伫灵性未成年的时，受到宇宙间的心灵支配，做奴隶。毋过时期到，上帝找家己的囝，互伊对付人人来出世。活伫律法下，为着要救赎活伫律法下的人，通互上帝甲咱收起来做囝儿。经文中间这个宇宙间的心灵，这句伫和合本的翻译，甲伊译做世上粗浅的学说。经文一开始咧讲的咱，是咧指什么人？咱若看刷落去的经文，咱真清楚，伊是咧讲，这是上帝的囝儿，伫耶稣基督出世、受苦、死，搁我这个基督的事件进程是活伫律法的。当这个律法，当然就是咧指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也就是犹太人的经典，也是讲咱咧讲的旧约。所以显然这段经文，保罗是针对加勒太教会中间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讲的。保罗甲加勒太教会中间的犹太基督徒讲，伫耶稣基督还未降世、还未死、还未搁活这个基督的事件进程，犹太人的灵性是受到世上粗浅的学说，还是讲宇宙间的心灵的支配，是幼稚。是未成年，所以是亲像奴隶。保罗安尼讲，对当时的犹太人，我想因无法度通接纳。
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，伫保罗的目睭中竟然真侪细像粗浅的学说，这敢有可能？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12节讲，律法是圣的，诫命嘛是圣的。佮相反，伫加拉太书第3章，保罗嘛讲，摩西律法绝对无甲上帝应允对立。是安怎？即摆讲律法是细像粗浅的学说。假使咱若有注意读加拉太书的头前的经文，特别第3章第24节，保罗讲律法是咱的启蒙的教师，启蒙的教师。咱若用律法是启蒙的教师来参耶稣基督比拼，安尼我想咱就真清楚是安怎。保罗讲犹太的律法，摩西颁布律法是细像粗浅的学说，因为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是伫以色列人背逆上帝以后，要互以色列人明白上帝心意所颁布的。毋望以色列人会当趁上帝所颁布律法来生活过日子，总是真可惜。以色列人并无遵趁律法，律法反倒真侪以色列人的束缚，定以色列人的罪。律法原来目的是好的，总是煞变做以色列人的束缚。律法有启蒙的作用，总是无有互人活出上帝心意迄种活命的快乐。所以律法甲耶稣基督比拼来讲，不过是细像粗浅的律法的一个学说。律法无互人对心底有迄个快乐，无有一种活命力，通互人去实践。所以律法毋是无意义，律法毋是歹，总是甲耶稣基督比拼，不过是细像粗浅的学说。我拄则讲过，即句细像粗浅的学说，嘛会当翻译做所谓宇宙间的神灵。保罗是安怎讲犹太人受到宇宙间神灵的支配？真可能保罗咧讲当时伫加勒泰教会中间的一寡犹太人，因过头提高天使的地位。犹太人相信天使是上帝使者，受上帝差遣，传达上帝信息，帮助受苦的人。毋过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过头提高天使的地位，煞将天使该提悬，特别到耶稣基督的地位。这咱若读希伯来书，咱永远会看到这种的境界。所以，这种偏差的天使的信仰，对保罗来看，就是受到
宇宙间心灵的支配。保罗讲犹太人的灵性未成年，或是受到世上粗浅的学说的束缚，也是宇宙间所谓心灵的支配，因的灵性拢无算做是成年。律法、天使，拢袂当甲耶稣基督比拼。犹太人的灵性，无论是想要尊坦律法，还是提高天使的地位，对保罗来看，灵性拢是幼稚，拢是未成年。所以保罗教导犹太人基督徒，就是加勒泰地区内底的犹太基督徒，恁既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甲上帝和好，互上帝收起来做囝儿，就是头前所讲的，迄个日子日期已经到，恁已经脱离未成年的阶段，已经无搁再是伫奴隶状态的中间，恁是上帝的囝儿。若是安尼，唔通搁想要搁倒转去靠律法，嘛唔通提悬天使地位。伫耶稣基督以外，也搁有天使的信仰。保罗爱加拉太教会中间的犹太基督徒，唔通过头尊重律法，因为迄个是世上粗浅的学说；唔通过头提高天使，因为安尼会受到所谓宇宙间心灵的支配。因为恁已经是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互上帝接纳收起来做成年的囝儿。保罗继续讲到另外一种的基督徒，伫加拉太书第4章第8节到11节，保罗讲到加勒泰人的基督徒，就是遐个无犹太背景的基督徒。这无犹太背景的基督徒，伫信耶稣基督以前，因是踮伫灵性未成年的状态中。保罗伫第4章第8节、第9节安尼对因讲：以前恁毋捌上帝时，做遐个本质，毋是真神的生命的奴隶，受因支配。毋过，现在恁已经认捌上帝，也是讲互上帝捌，是安怎去倒去找遐个无力、佮无路用的心灵，做因的奴隶？保罗意思真清楚，加拉太人伫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进前，受希腊的神话、哲学等等所掌管，受到遐个所谓掌管人类的星座、
名利等等这种的影响。当已经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无应该去再去对遐无力、去无路用的心灵，唔通去修特别的日、月、年啊、节啊。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恁已经是成年了，是脱离奴隶的状态了。是安怎要去做奴隶，做一个未成年的人呢？亲爱的姊妹兄弟，恁心内检测有疑问？保罗对加拉太的犹太基督徒，还是外邦的基督徒所讲的这话，对咱活伫台湾今仔日的基督徒有甚物款的关联？是，恁应该有这种疑问，也一定要提出这种疑问，圣经对咱才有意义。保罗伫加拉太所讲的，甲咱今仔日活伫台湾的基督徒，当然有关联。咱看咱活，咱生活，还是讲咱徛起的台湾社会，咱台湾人真侪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影响。这伦理道德有可能是对儒家，有可能是对佛教，还是民间的传统所来的。咱基督徒无一定要完全否定这款传统所予咱的伦理道德的假释，总是拄拄亲像保罗咧讲律法。咱对传统所得到的伦理道德等等，这民间的思想，甲耶稣基督比拼，不过是世上粗浅的学说。搁另外一方面，咱看咱台湾的社会，咱有偌呢济咱亲人朋友，活伫什么款的灵性的状态？咱拍开网络，拍开新闻，咱看到的是什么？充满成就、名利等等这种的言论。较早我伫台南新人医教册，后来搬去玉山新人医教册。无论住伫台南，住伫花莲，我常常会对区公所甲乡公所摕到伫过年的时，摕到一本农民历。我毋知影咱台中有无？哦，台中嘛有。咱若甲看迄本农民历。头前当然有一寡有路用的知识，卫生所、警察局、消防队等等的电话，这有帮助。总是你甲编去后壁，你会发现农民历内底是咧讲啥物？农民历内底讲不止一今仔日是好日，另外一日毋是好日。你讲到今仔日会当行倒一个方向，袂当行倒一个方向。你讲你今年生肖是属于什么的，安尼你会犯太岁。咱台湾的社会，侪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，是活伫这种万米拢有神。咱亲像活伫一个
宇宙间心灵的支配下面，石头有神，老树有神，太阳也是神，月亮也是神。咱实在是无法度通理解，这个创造主上帝所创造的物，为人有知识的人英雄，拢变做神明，这点毋是真奇怪？咱是安那无要相信创造主？咱是安那无要相信咱的主耶稣基督是超越这的？咱的台湾社会，讲起来是一个真有宗教热诚的社会。咱台湾人伫全世界的这个宗教调查内底，美国有一个 Pew 的研究调查，全世界的人民对神灵的尊重、热切，咱台湾排全世界第2位，敢若比新加坡较少一丝丝。总是真可惜，咱虽然有宗教热情，咱虽然有迄种想要敬畏神明的心灵，总是咱热情有够，知识欠缺。这是我今年旧了过年伫凤山的街路一条巷仔内底看到，我感觉真趣味。恁来看卖咧，这是搭伫一只车的后壁的一个传单，还是讲外星人？外星人也变做佛祖。好，我有一寡假释，我实想要甲读啦，吼，总是安尼感觉讲，大概毋免看。我摕一张出来，就是要互人看讲，你有时无法度通了解咱台湾人，哦，宗教热情有，总是宗教，还是讲真理的知识无够野，无够野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一亲人朋友，你注意这个是毋是黄道吉日？咱咧想要知影讲啊，倒一日会使嫁娶，倒一日会使上娘，倒一日会当动土，倒一日会当安葬。台湾人活伫一个足惊去抢着，去犯着欠算。去刷掉，等等这款的禁忌，咱想想看卖咧，一个人若活伫这种惊犯着抢、犯着刷、犯着欠算、犯着禁忌的时阵，伊敢有自由？伊敢毋是奴隶？敢毋是保罗所咧讲的这种？活伫灵性无成年、未成年做奴隶这种的状态，所以保罗甲加拉太教会的劝勉，无论是对犹太基督徒，也是这外邦的基督徒的劝勉，嘛是对咱的劝勉。因为咱犹原有一寡人活伫传统的伦理道德内底，有一寡人活伫咱台湾民间流行的星座、命理、运势等等这种的心灵的观念内底。保罗甲咱讲，咱既然相信耶稣基督，咱就脱离灵性未成年的状态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管辖天顶人间所有权柄的上主，
像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2节所讲的，基督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权力者、主政者，甲一切现在甲将来会当称呼的含头。上帝和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，互伊做教会的元首，统治万有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搁我赢过死亡的关系，赢过黑暗对咱的管辖，互咱毋免去做粗浅学说。也是所谓宇宙间神灵的管辖，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进入灵性成年的阶段。所以，对于信仰的角度来讲，灵性的成年甲年龄无关，是甲耶稣基督有关。咱有实实在在接受耶稣基督，咱有实实在在通过耶稣基督甲上帝和好无？若是有，咱就是灵性上成年的人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保罗借着甲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所讲的，嘛是甲咱讲的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大亏难，伊要互咱脱离罪的管辖，脱离遐个世间所谓宇宙神灵的控制。咱无需要受到世上粗浅的学说的管理。咱嘛无需要，毋免惊赢迄种所谓宇宙间神灵对咱的影响，因为咱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正做一个成人，伫上帝家内，互上帝收起来做囝儿的人，总是。咱灵性已经成年，毋是讲咱会当凊彩，会当黑白做。咱才会无受到世上粗浅学说的影响，无受到宇宙间所谓神灵的控制人，不如期待。保罗咧讲，伊做一个使徒的目的是甚物？伊做一个使徒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咱这个灵性成年的人，哪会当有基督的款式？这基督的款式，这句伫原文的意思是讲成形啦，成形。啊，这成形、成形，这是非常生动、非常活的一个表达法。伊是咧讲这个胎儿伫老母的腹肚内渐渐长大，对一个胎儿长大到一个婴仔。保罗意思就是安尼，伊做一个使徒，伊对加拉太教会的期待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成年人，无搁再受到世上粗浅学说的控制，无搁再惊赢世上宇宙间神灵的支配，总是咱就爱互耶稣基督的特性伫咱的活命中表现出来。咱应该互耶稣基督真正入伫咱的心内，咱应该耶稣基督开放咱家己，互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开力，
真理伫咱的活命中间活出来，互咱活出基督的款式。这是保罗的假使，也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分享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兄弟，咱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大亏力，咱应该弃杀世上粗浅的学说，咱唔免惊所谓宇宙间的神灵，咱需要的就是常常亲近耶稣基督，互耶稣基督真正活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活出基督的款式，做一个真实成人的基督徒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通过你的囝，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拯救阮，互阮无可受罪的关系，互阮无尊叹世上粗浅的学说，也毋免惊赢所谓宇宙间的神灵。伫你的内底，阮诚侪你的囝儿，阮感谢落你，恳求你，互阮常常亲近你，互阮通过圣经认捌真理，知上帝你的特性，也互阮伫逐日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，做一个真实成人的基督徒，互主你欢喜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求你压落听，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奉献。陈耀生执事、陈亚阳执事书献。
啊，这咱因为奉献地吼，一时碰见，啊，咱即马咧找中间，可能伫财务省，吼无起来。安尼我先来报告，等下报告煞咧，才来奉献吼。啊，咱来看咱的就报迄个报告事项。咧报告大声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金句吼是台语现代台语译本的哦。咱看腓立比书吼1章27节，来，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腓立比书1章27节，来，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腓立比书1章27节，搁一遍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腓立比书1章27节。咱本周注的表甲礼拜事奉表吼，家己来看。掀开第4面，小会公告。第一，伫后礼拜2月26后礼拜咱礼拜中要召开定期信徒好会。第二，议案好会的议案，第一，接纳2022年收支决算案；第二，接纳2023年收支预算案；第三，推选2023年财务查校员2名；第三项，咱会员名单伫遮有刊登，若是有错误的，咱小会书记黄定科长老更正。再搁掀开第5面，本会消息。第一，今仔感谢甘南州牧师主领礼拜甲讲道，感谢伊的着磨。第二，后礼拜主日邀请中心教会张宽牧师，就是咱的议长，要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。礼拜中召开定期信徒好会，甲执事会长补救任职，执事尤桂玲、洪明田，兄弟团契会长尤志良。第三，今仔礼拜三11点15，伫4楼有开主日的教员会议。第四，今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請到2月26截止，申請表伫公布栏的头前的倒顶。第五，行政干事2月28休假。第六，3月11主日2到青少年团契联合聚会，伫草屯活动市八树活动。要去参加的，老师用执事报名，截至2月25。第七，3月26日顶半年的圣礼典甲洗礼，要洗礼的爱参加3遍基要真理的课程甲问道会，请尤志良长老报名。第八，要订新眼光读经本甲教学公布的，请办公室登记，到3月12日截止。第九，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3月19进前，爱将下一季的轮值表甲聚会表交予干事。第十，为4月开始恢复爱餐，伫每一个月第2礼拜、第4礼拜举行。为着要
环保，请兄姐家己自备餐具。有意爱要参与爱餐服侍兄姐，但无先张了登记。团契小组消息：第一，兄弟团契，咱一个礼拜后伫11点半，1楼的副堂有举办扩大聚会，邀请陈南州牧师来甲咱分享读上帝的话，简介圣经现代台语译本，请欢迎兄姐参加备午餐。2月25就是后礼拜六，即个兄弟团契的聚会吼，拢一直咧查经啦吼，咧读经。即马到即个进度，使徒行传27章，欢迎兄姐来参加。3月26，兄弟团契有迎新会伫外埔渔港，要参加的志良长老报名。咱看后一面第6页，社青团契，等一个礼拜刷有聚会，11点40伫5楼的聚会，主题就是影片的欣赏，要看林俊昌、连尚恩因的生命的见证。少年团契2月22，就是即礼拜3吼，伫北海花餐厅迎新会，要去的人蔡琴美姊妹报名，今仔截止。青少年团契2月26聚会，出来读经，3月初2有读经班。来看关怀协会消息，就是即礼拜2月21有迄个课程吼。职务上班课程，要报名的请干事来报名。等下具体关怀甲会议动态，咱等下报告。教会消息，咱请家己看。汀州奉献的伫第7面老册5个，请财务部反映。以上，咱即马来。奉献，奉献。点
咱已经报告煞啊，佮补充报告吼。等一个兄弟团契举办的课堂聚会11点半，啊，拄啊牧师伊是讲吼，佮提早，因为怎啊10点40分尔，11点10分，吼，甲会长讲一下吼，11点10分咱提早聚会啦吼，安尼。安尼来介绍新朋友，今仔日新朋友毋知有第一遍来无？有新朋友，请你起立，互咱欢迎。若无新朋友，咱即马来迄个集体代祷，集体代祷吼。集体代祷，咱来看我迄个报告迄个所在吼，伫第6面吼，第1点，恭喜迄个洪玉婷啊，就是何丽执事甲罗宇执事因夫妇的小女儿吼，到平湖一个李耀先生结婚，伫2月18，就是昨啦吼，当有结婚完成典礼，咱由上帝祝福，伊有传相片吼，迄个真水的相片，要互咱欣赏啦吼。有几张相片，咱安尼个放互大家看一下。第二，恭喜本会吼，迄个赵恩杰博士，就是年级牧师的查某囝吼，升级做社会学的即个教授。第三，为身体欠安甲白疼的兄弟来代祷，有吴凤仁的妈妈陈野玲。搁再有较近有卫慈会咱个姊妹吼，咱只是伊拜六就是昨较近，搁再有秀文长老伊较近伫回复来为遮几个事项来代祷，请咱头咱三个来祈祷。阮感谢主，有喜事洪玉婷甲李耀先生因的结婚完成了，而且阮求主你拍开因的心门，互因愿意接纳主进入因的心内，相信主。认捌主的真理，因为信主，因会当看见夫妻已经是合一，成做一体，而且会当相信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会当帮助因彼此相听、包容。愿意用疼来对待，互因的关系建立伫耶稣基督，在尊重婚姻、坚守家己的本分、彼此相听来敬对你。我要为白疼的兄弟来祈祷。主，你是阮身躯的头，相信你对白疼比阮阁有较大的感受。伫这个时，陈雅玲、秀芬姐、甲魏慈慧，因的白疼，主啊，你拢知。阮伫遮祈祷，恳求主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，求主亲自安慰，夫妻同在，恳求天父，互因感受你的同在，
安慰扶持，随时就伫因的身边，伫因的心灵内底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咱来吟上人的诗510首，俄勒提定主还袂歹势，还袂去进行咱平安礼，咱起立来彼此请安。搁一遍，我用主的信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好，来吟上人的诗510首，俄勒提定主宰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引带，甲咱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。